第13课音节化母音的练习。例词：咱、问、弄、摸、帮、讲。第二句：毋人、毋免、田园、拍远、烟头。第三句：灵影、暗头仔、山坎、牵手。第四句：简单、时间、安全、台湾人。第五句：交通、青狂、戆戆。例句：第一句，阿嬷讲，毋人报啊，毋免来啊。第二句，田园放予拍远，落魄无人问。第三句，暗头仔驶车无开灯，煞跋落山坎。第四句，要疼牵手真简单，较侪时间予伊，安尼伊就会有安全感。第五句，原住民话、客话、河洛话、华语，无论讲倒一款，咱拢是台湾人。第六句，驶车乌白浪，不幸碰交通，青狂头戆戆，动一个整一懵。第七句，阮缘投翁爱食灵影。